动多年加轮宜兰，迄美国宜兰要到毕业生来较好啊。这考试5个啦，当然有5个好事。味道开山加过嘞。达丹师傅，我跟你说明一下，我们今天切的品呢一样大小。哦，昨天批评我这一对嘛，我记得。我们避风塘大部分海鲜它懂，比鸡肉片手的哈。做的啦，哦，小鲜肉手的吗？哎，做的啦。蔬菜。这道菜没有甜点吗？明珠都会跟小戴师傅点菜，就跟你说要牛舌饼一样。哈哈哈！史上最强反击。对。基本爱惊喜呢，我想就是随便煮啊，结果嘛搞录影。我讲会甜死上什么做麻痹？當我開彩蛋啊邊，開咯，開嗰台彩蛋邊，有情況啱布條都做出來。哇！是念化学工程师。哇！好斜杠哦，斜杠，他不务正业，不务正业。不务正业。有没有妈妈这样讲你的啊？好，帅！这要不要交给老师？我再给评审。 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！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民族中發票。今日又來到宜蘭咧，其實咧特擺哦，應該做個不一定要做比樣機，迄度外國真有厲害，是唔是？一個嘅雪穗量高後呢，就有一種出國咧，心情上。兩片做得看海，有一個雪梅雪，還做得六一家之主。係用最後嘅海產啊！係啊，特別青島。係海嘅英講哦，臭本嘅雞龍沙，還是改片選牛排，我就不講，來這邊吃牛排。 好好笑哦！哎，可是來到宜蘭條做嘛，食本錢、人錢都有啊。係啊，還有潤頭鴨啊，還有凍豆啦，有沙餅啊，還有那個三星蔥，而且一定會要特別民宿，民宿也非常有特色。怎麼樣？我們今天呢？你要住這邊嗎？冇可能哦。就有來賓，就是退休過後來都要特別嘅食飯。好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小戴師傅。Hello，來台灣區。 小戴大帥哥好，大家嚟分享到係親友鳳岐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岐大家好。阿芳大帥哥好。馬上來分享到風吹潛水站係來自於就係嘅呢種功夫哦。文燦哥、劉奎英之分享。祝田樹，心意他，心意。太快了吧，太快了吧。來，看下藍色嘅一片係來自宜蘭市嘅媽媽老母一強下來，翁小俊、車小編。大家好，歡迎。 風吹咧，你嘢另外潛水站啷個露臉沙？哎呦，我沒有你咧露臉沙，做麼？南苗，就是俺隔一條街，聽聽咧，這麼近，隔一條街是同一個里上的。來到就係喺，因為之前都台北成發，辦到就係喺退休嘅嗰後都也係嘛。冇錯。按用喺嚟幾多年啊？哦，來去哦，我22年前都買。哇，幾算清楚？按用有穿到。冇買睇就冇穿到。係啦，度假啦。就係呀，有推薦嘛？該好高好色好料嘅嘛？呀，5星級瀑布。 5星級的五峰瀑，5星級的景點，但是是5峰旗瀑布。哦，了解啊，給水蟲當點哦。哦，給哦，給瀑布哈，那個負離子哈，哇，是最棒。強18強用啦。姐姐，你就會按用保養皮膚的好冇？皮膚按講，一到位水腫好。真嘅，我怪你看有種18歲的皮膚呢。冬天啊哈，來這邊泡湯哈。 最好一點讚咩？這邊的聽說文燦哥是寵妻魔人，真的嗎？沒有，慢慢來打這個。哦，好，所以待會應該都是文燦做咯。不是。哦，我看一下藍水的一片，呢條係加過來嘅。加過來，我帶行走。哦，行走。我明啊。這件動多年加來宜蘭，喺美國宜蘭要到畢業生來較好啊。大家考試5個啦。 我媽媽是講緊哦，考試開山，就想講加多一特別較方便係嘛？當然有5個好事。味道開山加過來，但我講糖道你還幾位可以講。價格這塊大，魚很大，這個乾用下已經用嘞。我講到好食哦，小俊拿這今日有小改，宜蘭一個好吃的店，對不對？你宜蘭市哦，夜市啊，要過宜蘭咧，已經太體未去，咁要見剛好喺個路口蔥油餅。
哦，吉林三星葱吗？对，哎，它已经是第2代、第3代了。所以从下哈，你系假日去一定要排队。哦，哎，平常去喊来有没看哦？一种来有全埔乡啊，贵不看人走。对，黑洞哪间夜市啊？东门观光夜市。东门夜市，冻就苗冻那边排列，所以它冻气，那三星葱啊，对，然后咪咸糯嘅，哎，错，面团烟气的面团啊，哎，大家系有过年来了，啊，记得来哦，观光。请小俊拿这，因为会打折。请少珍姐，各位请小平 Q 下来里啊。对，没问题。哦，发空的按斗，马上来力先来金行挑战喽。下色变好菜，两嘴用剪刀塞头部嘅方式，轮蛋托变上地度嘅食材，撒点爱啲寒天嘅时间地度，做出莫同样嘅变化。先来两嘴会抖出乜嘅好明星呢？一家之主用下来吃好菜咯。今日呢係你來到宜蘭的天衣鎮咯，到底有辦法許願成功嗎？牛舌餅，牛舌餅我講了3集了。都是講哦，個等下。奶凍卷。想太多。馬哥，你本來要看一下。哦，虎皮的香菜煎呐。哦，这超好吃哎。這個是製作人欽點。我們就都不要選吧，留給他吃這樣。哦，你看宜蘭的特色。對。啊，你看台拍菜。還有這個海帶。你好什麼？好吃啊。海蓉啊。好海蓉。就對我跟你講，叫做天發線。海蓉係乜㗎？海蓉。蓉啊。不是叫海菜哦。叫按照海蓉。我都叫它電話線。偏凍點地位都凍音唔好，但應該當會點嘛。而且它有巨大版的。巨大版的嗎？超粗這麼大的。你說50年代的。很大。嘟嘟。這題你沒有吃過吧？哇，你阿孫同個蓋餅喲。蓋餅。蘑菇體味。馬倫。哦，還有馬倫。鵝腸，還有五股凍氣嘅，這個是大溪漁港的鐵山，鮮煙係凍對魚啦，西都6月份。哦，你係葡國嘅芥蘭豆腐，超厲害的沙茶醬崩埋杜後雪，係米粉湯。米粉湯，好來，按到一些菜上先呢 ，Andy CV 參水炸一天冇問題嘅。不過到日之前呢 ，Andy 先來進行小組討論，家下 Andy 想我哪麼解？第一個，椰碧，沙茶。還有特夫，還有大白菜，炸雞蛋豆腐愛嗎？對，我就是要拿那個。要那個。啊，小平還有什麼？雞肉啊，雞肉，雞排肉，蓋餅肉，雞腿肉，去骨的那個。對。還有兩項。而家講嘅泡菜沙貝糕後，人家嘅蛋糕嘅沙茶嗰邊有蛋糕係嗎？係，炒嗰個椰碧啊，特夫啊，會，實景會，看起來可以。豆皮香菜，可是那個你要怎麼做？虎皮啊，可能煎其他的東西，然後香菜最後點綴。好，把它拆開。走的嗰種係白菜的表。走的。好。那豆腐是用泡過的豆腐哦。我會稍微炒，然後加個太白粉，安尼哈。第一名了，一定第一名，3天女神兄弟的勇士哈。向他趕你了。好，來，我們來集氣一下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先選那個蓋餅喲。猜拳要好，來，小本來，1、2、3，加油！這樣吹都已經有想法咯，不過最主要的還要先猜拳猜樣來，當有辦法先到去家上我的色彩。來，我們紅隊藍隊先派出第一棒來猜拳嘍。好，我派出了嘿，宜蘭之花少珍姐。好，先禮後兵，好有禮貌哦。來，剪刀石頭布的時間這樣出了哈。這個是，好，我們配合宜蘭的方法。好。剪刀石頭布，宜蘭之花。梅姐，隔壁有沙茶嗎？啊，唔會啦。係死啦！隔壁有沙茶，冇沙茶就冇透咯。Hancock 亭，隔壁用啊？隔壁有冇人拿的？你阿總，這個好吃呢。係啊，韓國拍出。哦，好，冇，有嗎？給，做唔得，一雙天，這樣做唔得咯。可以，他騙你的，我們愛吃青菜啦，我們做素食料理。好來，下一棒請出列猜拳，文燦哥加油嘍！好，加油！放下小屁，全村的希望了哈，沒有別的期望。來，幫媽媽爭氣哦！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搞累了，不搞累了，剪刀石頭布，太低了吧？我開始。哦，
谢谢你们有配合，谢谢你们哦。节目时间有限制。小 P 来喝一下阳光马干，那个不好吃哦。莫糖鸡，我们第一个就是要选这个。那只嘞。哎，赞，很会选。没关系，混音机来填空一下嘛。先看一下要什么，他是我们这组的主厨这样。你们那一队因为我们有点乱了。有，还有负责猜拳。天发现，哎，你喜欢打天发不吗？好。两队都已经先后赛哈，可以了，冇乜问题啦。两队都有大主厨，先来问一下红队，声音不能比我小哦。风吹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哦！好，来谈看一下蓝水的一片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两队都准备好赛，马上来进下第一关嘅比赛。冇问题啦，夫妻同心协力。来，我就问，现在出来你有鸟来做边吧？呀，哎，先来都有它，马杀鸡一下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对我的参赛者案有信心吗？基本上哦，大家都提到没有呢，青豆料理熬年，而且特别产在南苗。除了我妈妈之外，都很会煮的。哎，妈妈越煮应该越好。对，姐姐你有鸟煮嘞？好，腌料好了以后呢？胡椒粉、盐，一些些的糖。混音机，晚餐国都不卡，有天数煮饭吗？有，真劲哦！冇错，其實我們吃搞不煮。那个天数吃饭了。OK， 啦。你当时候是被她的美貌吸引，还是手艺？哎，手艺哦，都是在是手艺。要讲两个啦。都是的啦。快太溜。那给时间，你会本给阿妈该吸引的？给哦，一言到啦。哦，一个是看外貌，一个看味道。我不要看味道。味道。因為應該係問兩隻問題哦，就乜嘅阿哥會講廚藝幾下重視，因為阿姐伊係做菜嘅欣賞。OMG， 你會料理欣賞？哎，那兩位評審今天好好的。不是，你們要謙卑學習。香港啲教課嘅素材哦，小火，啲教課嘅素材哦，見證動態哦，YMCA 於談過 ，YMCA， 呢條係度啲位度教主材，對啊，所以啲對象哦都係醫生啊，乜嘅工商室啊，所以他說要幫我介紹對象啊，對嘛哈？哎，對哈，客家人，提供給個口袋名單很多啊，最近沒有媒合啊。阿姐，你教主菜書姐咯，教係西串下多，也係中串下多。中西日式，全部有了。那今天有机会吃到沙西米吗？到一买哦。因为其实我们蛋黄没有什么流，你有发现吗？今天比较热啊。对，它也半熟，对。今天跟女儿穷下来。基本我惊喜呢，我想就是随便煮啊，结果嘛搞录影。我讲会点小丹师傅，我跟你说明一下，我们今天切的呢一样大小哦。所以昨天批评我这一对啊，我记得。想問一下哦，咁馬倫做乜嘅冇先鋪個甜芡魚後就去切啊？要加粉的哈，然後到末安尼給蛋黃啊哈，掉出來。因為其實我們蛋黃沒有什麼流，你有發現嗎？沒有那麼誇張。今天比較熱了。對，它也半熟，對。你也干個手的聖劍啊，怎麼辦？他在滷一滷啊。我先煎嘛。哎呀。對啊。做乜嘅攞去撲撲咯？讓它沾粉沾得比較薄均勻啊，較勻。可以即一個煲愛做差唔多，你也得等下煮，等落去冰嘅，愛先嗰啲揪嘅片。喂，知道吼，5秒。一群人破幾時會就走咧？要動詞用錯嘅。OK。哎，我知道蕭正記給黑那個看護，對不對？居服員。哎，我現在很流行長照2.0，我非常需要哎。對，很多人需要。阿公阿婆啊，對，非常需要。阿婆啊，是老年化。對啊，那小平呢？我是斜槓，那個多才多藝。一定不你有法中法喉了，法都動班群，你猜猜看。槓哪裡啊？就也是造型師。哇，那有什麼好拍攝？對啊。因为我不是走那个，就是像你们的，我是走那种音乐剧、舞台剧的。哇，
可以帮我把鼻子画成吴奇隆的鼻子。不要，可以帮你画80岁了。帮你画成不要 80岁了，哇，好厉害！你看，跟你喺都台北上班，还都你啦，台北，因为工作大部分剧场也都在台北。都台北卡多。对，佢叫你講吼，佢當同媽媽落去，因為媽媽冇上過天戲。那一定要让妈妈漂漂亮亮啊。那個少珍姐，今天跟女兒窮下落去上節目吼，又期待嗎？又興奮嗎？有哦，基本上驚喜呢，我想就是隨便煮啊，結果嘛搞錄影。我講係天戲。你那個虎皮卷演跟演戲中嘛留幾分解嘞？做了。哦，佢有做羹汤啦，对啊，忍席要放上面啦，系吗？嘿，錯。你怎麼知道他做羹湯？這是我們私下討論的。雞條又誰學啊？洗手做羹湯。哎，你們倆現在越來越有默契哦，昨天晚上一起去吃。你未安無實性呢？吃牛排。跟他細紅的雪菜哦，比較難讓人家想象到怎麼做成羹湯。有麵粉就可以做羹湯了。沒有啦，有玉米粉啊，有玉米粉。你下豆腐皮落去煎到擦擦，嘿，要怎麼個加姜媽呢？冇姜媽係嘅去腥味，去腥味就是因為剛才有炒那個對，魚烏拉魚啊，好多兩片，嘿，漂亮，冰落去，嘿，又摻掉胡椒鹽嗎？我跟你說，那個棒乾就很好吃了。跟師傅同勺嘛。等一下，嘿，又可以少，對，還有水嗎？我要等你這個。好，對。小平感覺很會煮菜耶，混呢，做造型。因為我還有另外一個斜槓，就是我在民宿是廚師，早餐。哇！而且他還有丙級證照哦。哇！我覺得小平來勢洶洶哎。對啊，他感覺非常厲害。動有呀。我母親節大餐去做哎。大餐。哇！情節是媽媽湊該。某一餐廳寫某瓊瑤。少珍姐，你怎麼這麼有福氣啊？是啊，上輩子修來的。哇！你要切細。我們在生狗一個片口。切粒。好好，來對可以哈。怎麼換你掌廚了？很棒哎！哇！啊，面容。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哋還有切過啊？你有切的嗎？我嚟切嚟，有切。你講我切啦，見堂阿姨啊。來，給你。哇！厲害了。婚姻姐有雞肉炸太久會老掉哦。有考慮開自餐店嗎？好啊，但老天數哈。因為一棟好廚，沒棟小廚。完了，兩個都是廚師。用片都動你哦。對，婚姻姐，你要幫忙看一下嗎？OK，慢切咯。太太對，好來切。你要切了，沙茶醬融啊。對，沙茶醬要炒。你的要記到問下，然後先炒啊嘛。好，夠了。我看啊，因為那個天髮線就霉咧。冒種。姐姐等下，要給等下冇熟，唔係要給先俾炒米頭。好，我要緊。滾炒，我要緊，咩肉我別裝熟。哦，對。但油還蠻熟。哦，給牛做冰誒，給牛做冰。姜老姨啊。對。哇！所以婚姻姐已經挑白前景就上過我開店哦。你想講我開店，結果加倍嘅調價過後，說誒不用了，對不對？韓國係田子共衝嘅調價。哇！晚餐過還有拉一毛頭嘛？還有一隻，很油哦。我切切來耶。哦。但是他的爸爸就不是田子共衝的。哎呀，冇窮。當然到哦。哦。有他，為了基因嘛。可以。七筍紅，但是我覺得呼叫粉愛也挺愛。不用關你的事。聰明啊！是太懂。好，50份來。可能唔死啦。算水嗎？不要聽他們亂說，要加這個算死不用一次的。痛吧，一次。加油！動百姓。我跟你講，老師教課的時候只有一個人可以講話，結果聽明安動跟講過。不要搗亂老師。小戴師傅，我跟你說明一下，我們今天切的呢一樣大小。哦，昨天批評我這一對哈，我記得哦。哎，我們要上菜嘍。好，上菜。哎，走。哇！好。我是安陽，等一下，文燦哥。第一關卡是又讓哈。親兩個。親幾個？3個。你先講，我們等下就參考評分。對。要用炸好了。用炸，好。兩個只1分而已哦。他騙你的啦。好了，要好了，準的。好，來一陣過一塊。好，過一塊你攬嘴。好乾淨哦。對啊。你條報告有怎麼買東西？來，等一下是我們的秘密武器。哦。很期待喲。怎麼第一關就有秘密武器？在桌子底下。等下我弄。
等一下我弄。对，妈妈款子好。妈妈，孔石猴，有钱嘛？都喜欢烤脚就好哎。孔石猴，血石猴，好好哦，你这么生到这种女儿真的好这么棒。会照顾妈妈，我觉得你是天蝎座。我想看到秘密。天蝎座，巨蟹，可以再猜。你刚刚那种天蝎座，对啊，天有观众会觉得啊，怎么了吗？狮子座，金牛，你这样会一次得罪很多心，对得罪很多心，母羊座、我都没有猜对。金牛丑啦，摩羯啦，双鱼啦，天平啊，你们这都12个都对，猜好像完了。 12个猜完，就是没有猜到我的。不可能双射手，双子，双子，双子，不是生日快乐，双子座。我是双子座啊生。日快乐哦。我知道他的秘密武器是什么，马给他把油烧热淋到上面。哦，这一招是酱油。枪哪个好狗咯呀？ YouTube 学的， YouTube 对，因为看很多影片也是这样油烧的，有些用香油。对，香油比较香啊，还是你要加香油？可是我要热啊，要热哈。对，我要热。够热吗？今天很热今，天很热，可是香油不够热，香油香而已，没有热。哦，它可以240。来，没有。哎，不够热，拿到。对，可以啦有一次机会吗？会油死，可是会太油。好了没，有，白菜卤本来就是，对，它上面一层油是正常。我不要所以你还要鸡。我们完成，不用了，完成它太油，完成。好，生日快乐！快乐。来，我们去倒数哦，哈。天草马松的都酸3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款体育馆内部开米时开站到喽。利用诸多师傅厉害哦，个个都有一个料理欣赏的呀。先来吃款那风吹的料理，来，米西调到肚肚好。而且不是单一的那个沙茶跟米头，还有像给牛的部分，还要经过把它捏过、抓腌过这样。我觉得沙茶的料理有本来是动红线，我觉得很好厉害的所在到每一行嘅切菜都是处理过，像讲卤果啊、豆腐啊、现在来泡啊、煎啊，所以动腐一个动麻烦呐，他昨天做到安用心哦。比赛这样子来讲，哈不简单没，很到位，动好势。大家就听我好好的感受一下，小平这一道哈，不单讲系攞比赛哦，还是主本妈妈的爱心，好不好？一起来品尝看。俩头出吼，我先讲，七师傅就听会动好，因为佢本身哦，唔敢选那种甜糕、甜妞的那种羹汤，但是这个很清爽。韩国有个通条哦，做嘛个会甜呢？因为佢五步二就先白糕，所以它的那个鱼香味有激发出来。还除加米头呢，都有层次。哦，跟五步的白糕糕还有个冰豆蛋糕，最波美还有这用葱油过来呛一下，米头有动有边巴呢。不错，还有烟熏的香味，那个豆包，虎皮卷的那个。虎皮卷的那个香味。味道适中，有客家人的味道。哈干你的米头。你看，大家都动按哦，只是没去考乙级吧？就是很一般的家常菜。这样很一般，对，很一般。所以你煮给妈妈吃的更澎湃。我的老师都是 YouTube 大师。哦，真更厉害。等下就来看一下师傅运动班的评分哦。小戴师傅有上真的哈，上好西发抢本分数。风水一分。好，来看一下，七师傅抢不服输。蓝水一分，平手，第一关平手，来小戴师傅抢公平。其实两腿全有一点小缺点呐。你讲老师有缺点，哇，排台嘞，你走不出宜兰市了。完了，都讲。完了，也走不进苗栗了。风腿那片有一点点油啦，不过该香味全有炒出来，因为该你马卵到该肉全部用泡的，该沙茶本身是有点油的，不过梅头冻好。咱推两片，那间我有一点点重咸，五步炒的时间炒好，烧水冰下放去煮，伊香味会加好。好，来谈看一下七师傅有蛮冇强烈嘅想法。我无本该人对其实想法动简单，佢该不拉鱼的该咸味又煮出来，没有该香味。好，我另该创的时间又该那个豆皮卷的该烟熏味，食到冻舒服。水尾又不用该油，因为像我哋哋家做该白菜类时咧，有时候食到该油，啊袂冇食到该湿湿安样嘅。哦，佢冻有层次，做落冻好。我本该红对其实想法咪冻简单，其实是讲一点是讲该水平中烧，沙酱合并下对本去像该鸡肉到该
马龙去做下面头入去冻好咧。体育馆1比1啦，哈，刚刚呢，鬼影记条条来讲还蛮好玩的，哦，大家有感觉到好玩起来了哈。因为文灿哥说会亲2下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继续好玩下去。太恰先休息一下，搞本力跟小戴死夫喽。死夫出台菜，都带小戴死夫带了嘛个后料要来抢。我们在地的朋友可是海鲜吃到饱哦。所以今天不准备海鲜。今天不敢准备海鲜，是不是？一定要吃到那个的啦。啊，崔苗黑嘛该。避风塘香辣鸡翅。哇！我们避风塘大部分海鲜它懂，比鸡肉没做得哈。做的啦，哦，小鲜肉手的吗？哎，做的啦。蔬菜。我们是邻居的哈，差不多到100公尺顶天。劝导哈，就是你都还哭不出来就已经到了。对，扇子才刚情绪还没那培养边的鞭炮就响了。今天不准备海鲜。今天不敢准备海鲜，是不是？一定要吃到那个的啦。啊，崔苗黑嘛该。避风塘香辣鸡翅。哇，避风塘不是要有蒜酥吗？呀，有啊，所以有啊。直接做。哎，哇，港式的菜一般会避风塘会绕该调丝。哦。嘿，啊，一般台湾做会绕该的面包粉。某是绕该的豆酥。嘿，还有葱、辣椒。然后蚝油，然后聪明令寸的绍兴酒，面粉啊，胡椒粉，就盖住，对，盖住。应该还就可以讲臭不腻的绍兴酒，大概玉芳哥令寸的那咯。小戴师傅，你们一周所以啊，开有案例有2个老师在监督哦，小平跟坤英老师哦。唔要嘛，個問題就係問機。考他啦。所以大家壓力係講哦，跟下集中英就講，這道菜是30秒料理。哦，已經過了。有過了，對，剛講完就30秒了。你都試過嗎？有螃蟹、避風塘對炒蟹。我們避風塘大部分做哈，有時候做魚、海鮮他懂。哦，會散。豬肉做得嗎？豬肉啊，比雞肉沒做得哈。做的啦，哦。小鮮肉做得嗎？小鮮肉做得嗎？哎，做的啦。蔬菜。雞翅、電腦機、法豆。咁嘛，有法豆喏。那個醃料每套合格。像你介紹咯，除了法豆之外，去骨的話做得嗎？做得。沒做得啦。啊，那初次填修我的排除。哦，我都去做得那一來。一點胡椒粉下去。這是一點嗎？對，一點。對客家人來講，紹興酒。哦，所以假設冇紹興酒，米酒沒做得啦。怎麼不倒碗呢？蠔油啊，攪一下。滷嘅解決同埋嘅唔係用醬油，係用調酒膏呢？對啊。港式那邊的其實他們用蠔油的會比較多一點。然後另外一點是用該蠔油給扭，比較容易包覆到啲食材。來，我們這邊先炒。乾炒嗎？要加一點油。哦，又加掉油了。哦，你是在學我們剛剛藍隊的做法哈？冇啦，蔥油嘛哈。俺豆蒜頭哦。避風塘它就是用蒜頭下去可以。你有填修嗎？你拿來勾麵粉。哦，勾麵粉啊。一般是智龍哥搞粉啊，你們應該到智龍哥摸熟。智龍哥。智龍哥摸熟。好，你要用下去啊。勾一下粉。所以現在滷狗長來勾粉。勾粉係破，可以來當同下炒。好。所以無論係做避風塘嘅解決，也係墨海，都係先用滷狗長來勾粉。墨海還有滷狗？可以不用，可是都要粉就對了。對，它就是讓它的那個裡面的味道比較鎖住嗎？對，都要這樣。水分。像這樣嘅做法是絲粉同鋪啦。對啊。文燦哥不可能有問題吧？有啦，我說那個陰絲嘅，係咪陰絲？調絲。係啊，係啊。客家人講陰，唔係有啲人講陰絲。陰絲誒。你一調絲係香辣口味嘅，有一點辣地北度，然後一般嘅冇咁濃，係港式嘅。哦。其實解決凍中雞是熟的呢，對，而且你就發豆，所以等下狗炒一下炒咧。哦，主要鋪豆上色啦，半夜熟啦，蒜頭差不多咧哈。香。來調絲下去。你慢慢的炒，慢慢的煸，香。大概也差不多東一下看哈。它的顏色好漂亮哦。
对，因为该有辣油你就不煮。我说我炸的部分啊。哦，谢谢。哇，你给你摆盘用盖子的。哎，香。好嘞。哎，有一种料理，鸡肉冻都会造的辣椒，我记起买，那是跟公法公法，公法，莫强强哈。冇强咯。好，下去。所以避风塘的料理就挺有一种坡诶，就是该食菜啊。好好啦，它包覆性好好。它的做法大概就是这样。香哎。有些师傅打败的动用性嘛，而且他用一些常常大家也半夜没看到嘅，比如讲，下讲港式的调戏。哦。港式不是有杨枝甘露吗？杨枝甘有啊，是该西谷米啊，对啊。芒果啊。那这道菜没有甜点吗？有机会来下次这样做。基本上每一集明珠都会跟小戴师傅点菜。杨枝甘露，我就看什么时候点到。对，就跟你说要牛舌饼一样嘛。史上最强反击。对。哎，家下量係差唔多呢，嘟嘟好。对。那個配色要嗆葱嘅嗆，紅色嘅辣椒。来给大家看一下喽。避风塘香辣鸡翅。按钮就好色喽。也给小戴师傅呢，真嘅厉害。避风塘一般来讲的话，睇起来买准备好的蒜酥，今日系现从来做，睇起来吃困难咯。哦，哇，嘟嘟好。哎，香。那蒜酥的米头冻香诶，蒜酥老鸭饮食是不是可以先做好？表面没做的拌面，可以。那拌面味道非常好哎，睇起来有看到蒜条切架线，然后给切好势过后，过老饮食的下去，天天表演的。蜜汁浓厚，它的味道真的色香味俱全，真的。以后啊，我不一份酥吗？能给100分。100分啊，哈，要蹦给台皮冻。我们有剩绍兴啦。还有。你要超长。哎，对，绍兴也有提一点味道，因为讲到久文灿哥，给就清了解。呀，对，听。然后石头钢铁的，以后石头哇，你要真正好食咯，从安用的凤雪咯，其实冻夹。对，冻夹。除了冻夹之外哦，你看，家下用系电磁炉，就已经半幅卡好。马改撸出走出来，它不是一个是有那种太佛系厅长都在走出来的料理。然后冻使用的封门两片，我看到真的学到安眼镜哎，学到冻僵里哦。你们两位觉得嘞？很适合来一杯啤酒，而且冰啤酒。对，然后坐在海边。这一集就录到这边吧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问一下七师傅对两套菜嘅看法。避风塘最难之处是讲该炒该蒜酥，蒜酥佢要炒到拄好。还有点是讲避风塘冻上已经加调丝，啊佢要加调丝落去，画龙点睛。鼓手观众朋友都不看的做了吃做困难，哪里要出村的边做娘不开假上菜。调前体育馆一毕业，马上来进行最杯米馆嘅挑战咯。料理大斗心，大家顾客都有算係自家嘅好面試。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面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鬥心咯！來到最杯米館呢，而且頭前呢咪係一畢業鼓手呢一下，你要好好來表一下咯。帶來嘅秘密武器又係乜嘅？怪洗馍耶，慢年做誒，呀，很愛做誒，金沙皮，好什麼？好食金未幾多年呢？呀，我Q年金，Q年做誒啊，較酸，較酸的喂，酸對身體好。嘿，最杯米館我拿來乜嘅？厲害嘅菜式，菜名係乜嘅？怪洗馍，咕老肉。哦，咕老肉，而家就講到安椰的甜食啊，咕老肉公布一些怪洗馍，有沒有？很清涼。咁可以比。最杯米館有新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風水凍厲害，不過冷水兩片啊咁咪哦係啊！小姐拿這，給你帶來秘密武器係乜嘅？
摩耶粗，而且是成年的哦，成年的最少1年以上。哇要个摩耶粗，迄个一个本身的，你们一般人你去超市买个海体个么，我哋系用嗰种高粱醋、冰糖、麦芽糖，特殊去处理它，最少经1年以上。哎，阿姐，你等一下哦，那轮醃菜系冇？哎，对。我们留一点点，现场冲冰水试喝，要不要？可以啊，它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对，看你用冰的、热的都可以，对身体。今天不要热的，拜托。好，冰的可以用。今不演那俩做嘛个料理嘞？人生何处来相逢？哇，你们有国文系的是吗？那个醋就是这个醋哦，人生何处来就俩算相子。逢。哎，哇，你看冻河，暂时不知道料理是有什么东西。二冻河本台甲冻起台。不过先问一下，今日让你摸一强下来，最美一罐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哇，开启感对岸有信心没法，等下后会100%的来努力喽。好，天场马上来兜酸，3、2、1，抢开始喽！哦，开始。啊，来礼物升龙嘞！系啊，这杯米馆饭今晚该太五太牛都拿出来，因为可能做了30-40年嘞。对，然后师傅又很贴心，每次分菜都给我们很多。我们每次吃一盘，一道就像吃一餐一样。基本上转移我看不是学的。对啊，可是我昨天晚上还是有。有学的啊，他可以啦。哦，做的。那看一下今天做的是，刚刚就讲怪四妹哈，古老肉，古老肉，温度要拿久一点，酸酸甜甜的。哦，安豆腐那做嘛？用太白粉。哦，按你捏，底杯都有老白鸡啊。哦，底杯有，不用一粒乱，边肉它嫩，哦，还它嫩呐。然后哈，给猪肉啊有用开过，用敲过。啊，猪万斤呐，猪肉可以用马干肉，还用大里脊肉。大里脊。对，阿姐，刚刚讲那道 YMCA 又告猪菜，但是你是从以前走小级的时间是好猪菜。我头摆哈，对这个。烹饪很有兴趣哦，然后一方面，他搞又搞，托案呢，还有托案呢。你是学餐饮实践？哇，实践餐饮的，高材生哎！你们2个是同学吗？不是哎，我们是邻居的哈，差不多隔100公尺顶天。那不就是老阿布卡夫圈呢？差不多。对，他们的洗车。所以结婚噶鞭炮噶吼，鸦片忙结束。是多嘞，泡的忙都多哎。哇！但是最好笑的是，坤英姐刚刚跟我说，劝导哈，就是你都还哭不出来就已经到了。对，我眼泪都还了，我扇子才刚丢，那边的鞭炮就响了，啊，那种感觉你看看，茉莉口也该感觉啦。对，所以等一下俩头菜，除了那个鬼丝摸到肉先做好鱼啊，要看一很多的配菜，马上切的风水条啊。我讲一下红萝卜啊，哦。红萝卜我先杀好了，冇一个老外2按9的时间。哦，蝴蝶啊，蝴蝶，哦，用鸭呀，用鸭呀，很香哦。有，念化学工程师。哇，好斜杠哦，斜杠，他不务正业，不务正业。有没有妈妈这样讲你啊？你想什么？做马屁。好哦。当我开菜单那边。对咯。我有个开菜单边。小顺讲，安布条都做出来了。哇！好，哦，帅！这要不要交给老师？我交给比正。马上切的风水条啊！我讲一下红萝卜啊。哦，蝴蝶啊，蝴蝶。哦，用鸭呀，用鸭啊，很香哦。有，超香的。有掺用鸭的啦，有。要等个排盘也可以用。文餐狗真饮不能穿豆哎。果然是变餐饮。真的。哦，那你先过去看一下，一次知道。好。这怎么了？这什么？糖醋排骨。哇，全名是人生何处来相逢。对，2片的菜有一点点强诶，全又酸又甜诶。啊，差不多诶，冇强壮。因为这道也没按捏啦。冇强壮嘅。做嘛个不按2张有寓意的名呢？因为我们其实等下除了这一道以外，还有另外一个清爽的沙拉会在旁边。哇，一菜2吃。对，而且还有拿气，然后都是用美出来入菜。哇。莫爱吃啦，算是哈。好啦，你为样讲啊，伊个讲叫竹筒啊、糯米芥片，加过来
其实我讲他的衣服真经冻熟嘞，而且为什么小平会听会讲啊？小时候阿婆读过，对，阿婆有，然后读书又在新竹带过我，在新竹是念化学工程学。哇，好斜杠哦，斜杠，他不务正业，不务正业，不务正业。怎么有妈妈这样讲你的啊？对呀，他学这个，他没有做那个。他做每件事情都很有热情，代表多才多艺。今天是不是 TPL 6样？小朋友买新衣服给妈妈做是吗？啊，从他买哦，从他买，从他买啥？我摸耶！哎呀，妈妈吼，冲水对你来讲吼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记忆深刻的回忆？他不管再怎么忙，他都会煮3餐。他之前有上过大夜班，他都要煮完，然后他再去休息。还可以用路嘛改吗？川烫以前还会葱姜蒜落去，用下川烫。哦，新鲜味。哎，对。所以你俩都冇调味啦。调味等，他又不用滴滴盐，还有鸡蛋落去。哦，有啦。啊，等一下，该料的都好一些，全部落去是那个。啊，你还是用面粉卤的啊？一般面粉，一般地瓜粉。厉害呢。那小平你等下做的等下的沙拉。沙拉对。油醋沙拉吗？对。好，我们先过去，等下工作转来哦，哈。这边换人掌厨了。对，这边文灿哥，文灿哥太高了。你煮菜很像在做实验呢。对啊，对。大家戴眼镜，看你休息档案呢。咕老肉就蛮重点哦。我係用嘅怪石啊，怪石磨嘢哈，來做我的元素啊。會肉體嘛？沒，有凍爐啦，那是老啦。以前古時候姥姥我記得，姥姥，大觀園的那個，因為它是吃起來這個牛耳嫩嫩的，所以給的調味方式係接近糖醋，有咩糖醋，然後呢咕老肉。我硬要看到你等下往你愛做飯哦。文燦哥，那坤英姐安會煮哦，她每一道料理，你看中西日，你最好學去做哪一套料理呢？就是坤英啊，你想什麼做嘛？好好哦。當我開菜單那邊啦，會咯，我開菜單邊，就算講啱每條都做出來嘅。哇！做啲炒啦哈，做啲炒一沙泡面就得啦。這會不會不夠老？冬款又什麼？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醬，一比糖醋水番茄醬各3大匙，各3大匙。沒，我還有磨嘢。哦，磨碎啊，磨碎太香啦。亞福卡嘅小朋友吼，就聽東豪選媽媽煮嘅料理，因為考不到啊。係啊。冇你甜甜的碰，嗰啲線孔該片好咧。哦，你要片金土安家哦。哇，好嘞。嘅醬汁冇強濃。哎，那個醬汁感覺很好吃哎。調解一下。你啲咪重點係每廚太蒜呢，那個蒜頭米，那個蔥呢，辣椒。它那個沙拉太吸引我了啦。這樣子是對的呢。小平有8片嗎？有8份哈。哎，不然等下師傅給我剪一半呢。2片的做法都可以做個順時，他們的順時的呈現方式冇強。對，都很好吃。你們要拋鍋。好，所以這個不用再加熱就對了。不用。是。最後問一下那個小平，你怎麼改喜歡做沙拉跟這個排骨強哈？因為要中西合併。對，好，那你這邊快好，我們去再看一下就好了哈。哇，好像來到夏威夷哦。2片緊緊動力哈。你們2組真的不應該在同一集耶。應該要分開來。對，好。哇，好累哦。我們來去倒數好不好？好。哦，帥。這要不要交給老師？我得幾筆正。打過嚟。好。走，我們去倒數了哈。天從馬上來都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來吃困難。最波米館內幕開料理開針掉嘍。兩組嘅料理呢很有默契，六個相同都會酸甜咪絲。大家叫我來吃困難，風吹嘅料理嘍。哦，好食。好軟嫩的肉哦！雖然佢係里脊肉，哇，佢泡起來完全嘟好，真心好吃。裡面呢，給它係用嘅肉絲牛，骨上呢冇骨頭，然後是又講前輩有嘛抓醃過了，當嫩。剛師傅沒講到，這種咕老肉最重要是什麼？要嫩。原本你煮的比木卡煮的又好吃一些哦，所以有用心嘛。那個酸剛好綜合那個油膩感。但想是就 tomato 嗰種番茄醬嘅蒜，它就怪係摸一個人蒜，所以我覺得
很好吃，不一样的感觉。莫俩好，而且蓝水俩片的料理咯，意气相逢。然后去死tomato沙拉中调到浓厚哎，上面是有放巴西里吗？有油醋酱係用每一次來做嘅，对，非常好食，很清爽，而且给它用 tapioca 刚好解油腻。像我们红队呢用梅子跟凤梨解油腻，这边用这个tomato cheese 跟沙拉的解油腻，真嘅好食。兩片哦對我來講非常用心，並未負氣都當厲害。不過藍水兩片，它的主角凸顯是可能下強，唔單淨係沙拉啊，也係兩片的排骨啊，都做啲食嚟到嘅每一次嗰種酸甜味，我覺得展現得很棒。希望大家都做得感受到小平今日兩頭出來的用心。等一下就看一下師傅應用版的評分哦。小戴師傅搶分輸，風吹就分。好，再過來看一下七師傅搶分數。藍水沒啦，平分。小戴師傅搶公平。兩片該排骨的飯應該先殺過就要殺下9點，因為那是該地有骨頭，還有點緊，含唔紅咬醬汁，又該酸甜，是迄類當好食。啊，唔過該排骨酸甜醬是冇很多啦，是含唔出來。啊，兩片係該醬汁凍牛，所以來分兩片。好，來談看一下七師傅嘅想法。好，我冇本放地去凍大上嘅點時講吼，佢個鳳梨唔係只剁就油，直接做個糖醋，做個咕嚕肉，佢梅頭還會上升。紫蘇梅油啊，你做啲冰下豆咧，對梅頭好凸顯出來。難對啊，其實講梅子醋做嘅沙拉油啊，像一般西餐時嘅用個巴沙米果醋、梅醋來做，真經讓我驚豔到。還有講個調個上個中式嘅糖醋醬嚟做凍吼，發揮他嘅創意，凍好食，是冇？今日嘅比賽呢，真係十分的緊張，冇咁簡單，兩嘴都度到暗強嘅料理熬熱。不過成績已經出來誒，你來頒獎咧！耶！恭喜！好啦，今日比賽呢，真係很緊張哦，不過你哦，真係有實力，成績出來咧，風吹老藍水都係得到2分，先來恭喜風吹得到1500元嘅加彩金，天呀！恭喜！恭喜！好，來看一下藍水的一片吼，得到係1500塊嘅加彩金，咪係大頭喵！恭喜！先來請下群英節禮拜來參加嘅心得，老大家分享一下好冇？一星期哦，如果有機會，我下你都喊我來參加。今日凊彩準備出第1名，下禮拜可能要判足了哦。佢文產講唔對，用格仔講，我會發現講出去啊。文產講你咁樣親有福氣，你看第1名嘅菜啊，佢當日水點水在食啦，真好。我講嘛該感謝吧，老太太講，沒老婆娘講。因為佢緊張啦，帶一點興奮，又有點緊張。感謝2位主持人，又幽默，又會帶動婚姻節哦，不緊張了。記得加碼哦，1500，老闆要加碼成15000，婚姻節做服務。哦，有，按住對。恭喜！好，來看一下藍水的一片哦，感覺到母女情真的很深刻，尤其邵珍姐，你哋下變做全台灣人都最新鮮嘅媽媽嘞，人生第1次，就獻給我們客家電視。哇，對，就很開心可以參加這個節目，然後帶媽媽體驗不一樣的人生，謝謝。哎呀，睇下看做料理呢，真係一種表達愛嘅親厚嘅一種形式。不管呢愛情沒重要，親情沒重要，你可以將愛好好表達人嘅心意嘅話，日好煮菜哦。係啊，依然是啊，我見真緊當強的啦，你看佢兩組吼，比到最末很平分的，所以歡迎所有當厲害、當曉煮、當喜歡煮菜嘅朋友，也可以報名參加比賽哦。依家製作帶你去下來做料理，不管來個幾禮拜，歡迎你個都進來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